影评即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讲，时代力量想要杀立委黄国昌和郭文哲配合来选总统，特别是台北市长郭文哲，这2天险险互人替伊来登记参选总统。有人认为讲伊敢若是妖怪假势力，嘛有人认为讲是挑工武器出去。即摆这个相关的议题，咱就做伙来听郭文哲上新的回应。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当然敬神嘛，我也会去拜一拜的。但是这样的我们敬神，但是不用求神问卜嘛。所以这2000年前孔子就讲过了嘛，见鬼神而远之，这是一种最好的人生态度嘛。所以听听就好，但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可是他说他就是因为醒杯，然后打电话给你，叫你先登记再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没有那个什么叫先登记再说，我说你先登记就要第一个要花100万，再来就联署一定要展开。我说这个没有。不然哪有什么先登记，他明天说I'm sorry 这样对吧？那要不要叫柯妈妈出来选啊？要不要叫柯妈妈出来选？他那么爱选，我叫他选新竹市立委算了。那你怎么看？所以柯妈会列不分区名单吗？哇，你把卖口开又笑话。这种最新的苹果民调，虽然说蔡总统他是赢韩国瑜10个百分点，但是蔡总统的民调现在也是往下降的。其实这个是这样的，这本来就是那个市场一直在的，这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嘛，就是那个不投蓝不投绿的，就是3成嘛，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很清楚。那你怎么看？现在就是说不表态率高达3成，然后现在好像就是说，因为你跟郭台铭现在都没有去登记，有影响。嘛，这个讲了，不投蓝不投绿的，在台湾就是3成嘛，就从头到尾大概就是那个比例嘛。在过去半年没有改过。市长，你不参选这件事情，是不是造成底下有意要选立委的这个民众党的候选人有一点点感觉没有母鸡带小鸡，会害怕？对啊，就是这样。好像徐立信他到底要不要选，好像就犹豫了嘛。那怎么办？怎么办？我来问他看看啊。不是，那你要怎么鼓励怎么找出新的母鸡来？如果你不参选的话，也要找母鸭吗？像目前母鸭带小鸡，是不是目前确定假日会有5个区立委的参选记者会正式来公布？大概我们会走程序啦，可以的话就礼拜不过是这样的，有关党的事情还是一样嘛，不要在市政府发布嘛，还是请那个党的发言人来宣布。但现在亮点是会找那个历久神龙来历久神龙哦。这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嘛。你在问他们，你要为什么这么早知道？那有跟郭董谈好未来这个民众党的浮选要怎么进，要怎么规划吗？因为他说他非常乐意来帮忙。没有啦，我当时是跟他讲说，你先休息一下了，这个做这么大的决策先休息2天再来，再等他休息好了，心情平静再处理。这样讲，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实力要跟你合作，可是你们的两岸路线是很明显不同的。他们昨天也有抛出这个疑点。其实我们哪有什么？其实这样的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越性坚持台湾民主自由，大家都一样啊。我们只是常常是嘴巴讲的话不一样，其实内容还不是都是坚持台湾主体性，这有什么不一样？小鸡的焦虑会靠跟郭台铭结盟来解决吗？本来是这样，只是现在母鸡跑掉了，现在找个母鸭。郭台铭会帮你们来站台吗？他是不是有答应这件事？可以的，但是这再讲吧，我看这就是等他休息够，心情平静了再讲嘛。市长，你昨天说31个里面有超过15个曾经劝进郭台铭，这是真的吗？没有，这是个 rough number 来，就是里面很多来。那15个里面有谁？有马英九、马英九是提案人你知道这名单人选对不对？你是我朋友吗？不要害我。那郭董提到这件事情，那有谁？郭董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太愉快。没有啦，这个人都有情绪嘛，就是这样。我知道你之前说蓝绿的总统民调把你当假想敌，没有正当性。总统太回批你说正当性是民党机制决定，不是你做决定。当然来，我们这个要闽南话回答。讲赢钱走脚的好噻，卖个赢钱个要赢话嘛。跳舞，你可以用国语解释一下。你要学你不学台湾话，你怎么爱台湾？他是不是客家人啊？这样解释一下。